大众庙、雷湖将军、雷湖千岁庙。北边有武庙，东边有务必公妈祖庙。表演工程。黑金港，你看黑金港，黑金港的管理，要做那个河岸的公园呢。你看古代的码头就在那边呢，前方那里的古代的码头。大众庙。盐水大众庙，雷湖千岁庙，清朝时代巨坡体，清朝时代巨坡体。记者曾经在那个二楼走到那边观看这边的轰炮表演。轰炮。黑金港了，黑金港水道，然后要做公园了。你看有通路了，你看有通路了，要做通路了。原来有供奉月下老人，也有供奉张巡将军的。有王船，码头了，古代的码头，你看盐水古越港码头。